继续来看这个嘉义县甲嘉义市的界溪、八江溪，这溪水溢出来。 嘉义水上乡的柳新村做大水，4颗连长的道路变作溪路，不少居民住伫厝内底无法度出门。消防甲军方出动着手灵艇来救援。就算已经过一暝啊，也是有不少的徛家积水也未退，这个水阁淹到半层楼啊悬，规间厝路苍苍。 出动抢灵船，甲受困的民众救出来，才会水淹到安尼，唔知当时才会退。嘉义的柳新村，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水象乡这里呢，其实是在这个台风当中受灾相当严重。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条路进去，全部处在低洼地区的社区呢，通通是泡在水里。嘉义水上乡水是要淹到1层楼悬，就算经过一暝，豆豆啊消退，也是有半层楼悬。受困民众敢若会当徛伫咧2楼等待救援。哦，出来人家呢？ 上好我拿手。亲戚朋友是真着急，救灾人员嘛赶紧有所啊，甲物资送起哩。就算讲民众已经互救出来，心内也阁是真惊吓。水淹到多高？腰，一直淹到今天，就是都还没有消，然后电也是从下午停到现在，有些人还困在里面，就是有些人家里的门是打不开的，然后就没有办法出来啊，也没有东西可以吃，也没有东西可以喝。 另外有2个民众因为骹腿互玻璃挂着伤，阁互雨甲湿温预防性送病院。若水上乡的灾情，阁有1位。厝内大细项物件拢从大水冲出来，风台了后处理是乱糟糟。就在水象乡湖内里的这一处民宅，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民宅里面的东西呢，全部都是泡水了。因为屋主表示说呢，昨天下午的时候呢，是淹起了这个大水，那他们什么家当都来不及拿，就赶快从家里面撤离。 就赶入来啊，我就走啊，赶走啊。拼了4、5天，看拼好无？拼好，迄拢是啊。哈，这个被一个人遐管了。几人管啊？受灾户嘛是三声无奈，无助的身影徛伫咧门头，唔知影到底要安怎。一场风台无情扫过台湾，受灾户面对家园中间这条路，唔知阁要行偌久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